宏福苑大火揭示樓宇維修制度存在問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早前宣布，將會循5大方向再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局方3月已經展開諮詢，收集初步意見。最新話有超過20個問題需要解決，即日起展開1個月公眾諮詢。需要釐清嘅問題包括，當局早前建議大型維修工程採購需要按單位工程價格決定業主大會法定人數、親身投票門檻，但係有意見反映或者會增加舉行業主大會嘅難度。局方徵求公眾意見，需唔需要設分級制，同埋金額較少嘅採購需唔需要親身投票等等。另外，委任代表文書即係授權票制度，局方原本建議設上限，如果大廈多過50個單位，每人唔可以有多過單位總數2%或者20份嘅授權票。但係有意見擔心設上限之後，或者會更難舉行業主大會。一啲日常服務合約會議，例如係保安、清潔等等，唔涉及集資，業主未必會抽時間出席。局方希望收集意見，並且建議超出嘅授權票點樣處理。局方亦都計劃只係容許業主親屬或者係同一屋苑其他業主等等擔任獲授權代表，但係有意見認為施加限制對海外或者唔常住嘅業主帶嚟不便。局方徵求公眾意見，需唔需要設限？香港除咗自用物業之外咧，有好多投資物業嘅。我哋避免咗一啲圍標啊，或者係俾人壟斷咗個大會嘅情況之後咧，可能有機會就犧牲咗一啲咧國際嘅投資者。收到咁窄嘅時候咧，我個人覺得就冇乜需要嘅。只要個業主係識佢，佢又覺得呢個人係可以喺呢次業主大會被授權之後發揮到功效咧，我覺得就合適㗎啦。好多業主咧都覺得如果設一個授權票嘅上限咧係應該嘅。物管嘅朋友都擔心，如果嗰個上限如果設得太緊嘅話，到時會唔會影響嗰個業主大會嘅開會唔夠業權份數而流會呢？局方嗰邊咧係可以聽翻多啲嘅意見咧，揾翻一個中間嘅平衡點咯。咁啊，不過呢個我相信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有物管業界都期望局方可以先處理比較易達成共識嘅條例，其他再定期限修例。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